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8月29公司第一台早起新闻，我是陈淑君。新闻开始来看一个好消息，射击选手林英兴哦，今仔透早伫巴西射击世界杯女子10公尺空气步枪摕到铜牌，嘛替台湾抢到2020年东京奥运射击的第3张门票。林英兴伫资决赛中得到628.9分，以第6名成绩进入决赛。伊伫决赛之前，就已经确定会使来参加东京奥运哦，所以伫8强的决赛就较无压力。过程中哦，捌摕到第1名，也毋过后来表现了真失常，所以最后是摕到铜牌。也毋过嘛已经摕到奥运的资格，会使个继续拼。再来看一个不幸的消息，新北市汐止分局一名姓施的警察，伫烈啉酒赛车哦，因为嫌烦车驶的特别走哦，警察嘛驶车去了，结果2台车相撞，警察车去弄到路中的安全岛，送医不治。一名警察才31岁，去年嘛因为此地啉酒赛车表现了真好，才受到表扬。伊甲女朋友嘛准备年底特别结婚，没想到中午却伫当地的时阵过身。警察骑车一直了，想要到甲多少嫌犯弄作伙，几人直接飞出去，弄到中央安全岛。警车飞去边啊，警察则是倒伫涂骹。有听到警察响警笛，然后再来就很大的撞击声，就撞车啦，撞在那里，躺在那里而已。代志发生伫车真济大车路，救人员赶到现场赶紧救人，但是倒伫涂骹的警察已经无喘气甲心跳。发现疑似酒驾的车辆，所以说当场要求那个受检，停车受检但是对方拒检逃逸。28下晡5点半，当地姓谢警察一行此地啉酒开车，伫汐止新台5路二段甲南兴路口发现嫌犯违规去甲抓，嫌犯煞赶紧逃走。警察2个人一组，为是记录到瓦郡家人七岛，弄到嫌犯的奥多摆，这个弄到安全岛，头壳受重伤，不幸死亡。这个警察是非常的年轻还30岁出头而已才31岁，都像自己的孩子一样，所以看的实在是非常非常难过。姓氏的警察女朋友真悲伤，2岁婚才拄翕结婚的相片，准备伫年底结婚，不过抢救了后，警察伫暗时6点半不治死亡。住伫中华北部，赶紧上北，暗时9点到汐止的国泰病院。我们真的很痛心丧失一个最优秀的我们的警察同仁，对事后他的抚恤以及照顾，我也请我们的警察局跟警政署要从优来给他抚恤。姓氏警察过去捌3摆去警察局表扬，是好人好事代表，嘉奖超过100届。最近2年，佮此地72件啉酒开车，甲这摆任务，却是人生中最后一摆。记者综合报道。再来看顶个月，铁路警察李成汉伫火车顶头，互拒绝补票的嫌姓陈嫌犯抬死。嘉义地检署经过个月的调查，暂时以杀人罪起诉。警察家属表示尊重司法的判决。铁路警察李成汉顶个月初3，伫咧处理火车补票纠纷的时阵，叫姓陈查甫人压倒攻击来死亡。经过调出监视器进行搜索，还有传讯相关证人等等的相关证据了后，检方专案侦办终结，今仔日以杀人定罪起诉姓陈嫌犯。我们法律是保障执法人员安全最重要的利器啊。我们的一些装备在斤两还是要法律保障，那才能够遏制这个对于警察的这种伤害。当初是希望讲司法会当终结这寡事件，家属是不愿意受访问，表示尊重司法。毋过嘛讲到起诉书内底写讲，姓陈查甫人有得到司法失调证，互因无法度接受。家己地检署表示，姓陈查甫人虽然有得到司法失调证，毋过100可能以后就无看医生的记录，佮加上问话时阵会当清楚来表达，所以无安排精神鉴定。案件即马移送去家己地方法院，辩护律师会当向法官来提出申请。那根据医院的一些报告他这个部分也没有恶化的状况。那承办检察官讯问他的状况，然后发现他对答如流，那对整个犯案的情节记忆得相当的清楚。李成汉的妈妈嘛表示，受到家己囡仔拄到这款的代志，到今嘛是阁真艰苦，敢若希望政府唔通有这款的悲剧阁一摆来发生。
目前铁路警察由保安警察支援，采取一个保安一个警察的执勤方式，每一人分配咸椒仔水，还有电击器甲顶部盾牌等等的装备，而且嘛会加强警员警军术的训练。记者综合报道。刷来要带观众朋友来看今仔的报纸大新闻。联合报是指出，英国首相Johnson昨向要求国会延长休会期，为9月7日要一路休困到10月14才去开会。英国女王嘛批准这个请求，目前离脱欧的期限只剩2礼拜。英国国会恐惊无时间通组织硬要脱欧的方案。后院议长贝尔马克贝尔考批评这是现政的恶行。工党的科尔宾嘛讲会甲其他党派来合作组织强制暂停国会做法，嘛打算要发动无信任投票。再来看《红歌日报》，以恐怖冒险伫网络正出名的吴小迪，8月27伫网络顶头直播卖海鲜的时阵，伫过程中讲要去敲一通电话，结果人就消失。过6点钟以后，警方伫一个公园找到伊，伊规身躯拢是血，受伤真严重。警方初步调查，怀疑甲伊北京的直播台有利益纠纷。再来看《自由时报》，一节彩绘列车一好度的争议，交通部长林佳龙已经邀请罗西亚的画家来到台湾参加9月2日通车典礼，以免费画一好度，嘛会放伫彩绘列车顶头。原本的设计师昨嘛再度道歉，讲伊会甲25万的设计费当作拢管在。再来看外送平台 Uber Eats 有外送员是认为平台改变奖金的制度，互因是拼甲要死，赚的钱颠倒是变少。有人伫网络顶头发起要伫今仔招外送员，以无要接单来抗议。台北市劳动局明仔载拜5嘛会针对保障外送员的权益，招业者做伙来讨论。还未到中昼的食饭时间，已经会通看到真侪间送饭到厝的平台外送员出现伫街仔路的状况。平台 App 最近竞争真激烈，其中 Uber Eats 有外送员之支，投票的奖励制度减少，因必须要用更较侪时间来走单，所以有外送员号召，要伫2到11点到下晡2点要接单来抗议。上一个加成制度下的一单，假设会平均每单有70元至80不等，改成现在的状况很可能跑完一单，平均大概40块左右。它设计这个奖励，它其实就是变相在鼓励你更多的时间丢在平台。要跑23趟，那现在大概只有800多，本来是1000多块丢出来的奖励，但是不见得每个人都有办法完成他所上面的趟数，因为你要很认真跑，然后你还要看系统给不给你单。台北外送员指出，这礼拜上新的高日投票奖励，拜六礼拜高峰时段完成23组850块，按过伫过去的机制差不多1200块。Uber Eats表示，奖励机制无算减少，因为即马嘛有提悬奖金的部分。按过外送人员认为，即马港度的愈来愈多，要投票真恶。200-300块的差距是差蛮多，而且现在一旦天气好的话，司机一大堆，就更难去达到那一个顶标的集聚。送饭到厝平台外送人员常常发生车祸。去年10月份，新北市发生某一个平台外送员伫送餐的过程当中出车祸来死去。不过业者强调讲，双方不是头家新劳的关系，签的是承担客局。新北市劳工局只已经介入调解劳资纠纷。不愿意用劳基法的这样的一个职灾补偿来做补偿，可是他愿意做一些补偿啊，大概有130几万。嘛，因为安尼，台北市劳动局会伫拜5邀请业者来开会，要讨论安怎保护送饭人员。外送的时阵应该爱有的保护，还佫有权益。记者综合报道。来看阿里山的三林铁路，目前只剩12路到平镇啊中间的42号崩坑，因为放弃爱佫修复，就会使全线通车。也毋过工程是真困难哦，所以开发单位打算要另外来开一个崩坑。将环保署的环评大会先早通过，有机会伫4年后会使全线通车。阿里山森林铁路在10年前800风灾受损严重，真无简单，2015年全线复建完成。预定要在当年年底通车，却是拄到道管风台来乱，12路到平镇啊中间的42号崩坑放弃。开发单位想要全线复开，计划另外开一条新崩坑。礼拜下晡伫环保署环评大会来进行审查。目前需要环评的路段，主要是在十字路到平镇啊中间这一个大约50几公尺的路段的部分。那我们这个隧道啊，基本上大约整个总长度会在
1000公尺左右。这个案子是国家的一个前瞻基础建设，所以我们当然就是期待能够尽快的来恢复。身为开发单位主管机关农委会副主委黄金城亲身到现场，向环评委员表达阿里山新林铁路全线复开的重要性。因为新崩坑工程有加采取炸山的工法，环评委员烦恼讲，附近已经有3个所在放弃，时间是不是会有危险？而挖出来这土石到底是要放伫倒位去？现地的现况有3块比较容易坍方的地方，完工营运的方式会不会再有很多崩塌的问题？我们现在的新建42号隧道是往里面推了大概100公尺。那我们根据下游的这个比较安定的边坡呢，还有它的这个现场的节理走向的方面来看呢，我们预估未来可能会达到一个安定的一个坡度，大概是一个50度左右的一个边坡的一个角度哦。最后，环评大会审查决议通过，不过另外要求，在平镇内永久土石坑的所在，必须做好边坡安全这3个条件。而阿里山新林铁路线来个进行修复工程的水土保持评估，完成了后将发包，预计2022年年底完工，2023年恢复全线通车。记者综合报道。来看之前的看高雄文物的北高高雄文物等从山洞哦，前一站因为落大雨淹水，阁有囡仔爬落去内面，是真危险。地主佮来这个坑哦，甲伊吞起来。也毋过北高山洞是历史建筑有文字的成分哦，地主家己大主大意违反文字法，恐惊会收到罚单。这片空地和杂草围绕的，中央阁有黄土，看起来是规片光硬硬。这是北高高雄文物店中山洞的现址。当地居民讲，前一阵啊，超大水后，水应该可要一个人遐悬，阁要发生囡仔爬落去的意外。被人家救起来了，人家就在询问说这个，到底是你们地主要负责，还是文化局还是文族处要负责？地主讲有影真无奈，若到落雨就严重积水，烦恼讲发生意外，才会找怪手甲吞平，想要告煞引发触犯文字法的疑虑。伫雾峰的北高高雄文物店中山洞，早伫咧民国39年高雄迁台了后，政府将文物安搭伫咧遮有15年遐久。民国54年高雄迁北，救治地动了后，经过拍卖，土地变成私人的，主本认为会当开发做文化园区，但是到即阵嘛是袂当。我们只把它恢复原状，它原本也是从土堆里面挖出来，我们是用它原本就有的土堆，再把它填平回去而已。它能够帮忙我们把这个文字身份给废除掉，然后能够让我们就回归，让我们自己能够有自己的主控权，我们可以自由使用。要不然，如果政府觉得这个非常重要，那政府能不能买回去？地主顾问到即阵嘛是看无开发的脚步，要求文字处解除文字身份，若无就要办理解雇。但是文字处表示，北高山洞有文字的身份，地主的作为已经违法。他在登录的时候，他的现状就是山洞口已经是打开的，所以他现在把它埋起来的话，其实就是已经遮蔽到当初登录时候的状态了。文字处表示，地主进行任何动作，都必须要通报，再搁请文字委员审议，无排除裁罚30至200万。记者综合报道。做伙来关心天气，今仔太平洋高压减热，水汽开始变较济，那么做伙来看详细的分图。为今仔开始天气变化，洋流风台虽然无直接影响到台湾，也毋过带来南边的水汽，花莲、台东佮恒春地区会到短暂阵雨，甲雷雨的所在会愈来愈多。拜5、拜6水汽上济，全台湾今仔过到了，拢会落雷雨的几率。温度方面，天气拢真湿真热，里时大约是33度到35度，尤其是台北有可能会连续3天拢超过36度。新北市嘛出现黄色的灯号，观众朋友爱加啉一寡水哦，出门都要做好准备。空气方面今仔北部、新竹、苗栗、中部空气会较歹哦，所以若是敏感的族群就要特别注意。再来看日本的佐贺、佐贺，佮有那加萨基为27号为27开始大水雨是落袂离，4界拢有灾情。北九州3个县市已经撤离88万人，目前嘛已经造成2个人死亡，1个人失踪。是去欧洲西班牙首都马德里的一个小镇阿尔干达德尔雷，当地26号落冰雹，冰雹尤其水顺着出坡强落来，造成水灾。Empezó sobre las 6:30, 7 de la tarde.
a caer una granizada, pero es que ha arrasado todo, contenedores por la calle, coches para abajo, escaparates, cristales, es que es horrible, horrible, no habíamos visto nunca esto en Arganda。 好在这场冰雹无落偌久，居民最后开始清理家园。只是当地地铁因为冰雹甲大水停止到27号。全球各地拢在发生天灾，美属波多黎各因为热带风暴多利安打力接近，和当地居民拢动员起来。波多黎各捌伫2017年受到玛利亚飴风伤害，所以居民唔敢大意，唔忙较早做好防灾的预防措施。记者陈世龙报道。 国际上要紧，咱来看香港反送中运动几个月来，居民冲突不断。最新的消息是，有示威者指控香港警方对抓起来的女性示威者卡来手来。香港平等机会妇女人士昨暗嘛抗议警方以性暴力对待示威者甲一般的民眾。 針對緊嘅就係喺警察去拘捕一啲示威者嘅時候，可能都會去故意或者無意咁去觸碰到佢哋身體重要部位啦，例如係可能佢哋嘅胸部啊，或者佢下體，又或者係男仔嘅話，佢哋可能會直接去摸佢哋嘅下體咁樣啦。社會行動或者社會運動裏邊，永遠都係被漠視嘅一個話題啦。咁所以我覺得我非常有呢個責任去出嚟。 昨遊行的訴求是追究警方性暴力捍衛香港人的尊嚴，現場人嘛非常多。抗議的民眾是指出，有人認為警方非常無尊重示威者的身體，有女性示威者指控警方把伊內褲扭落來，有的人嘛方要求愛褪光光來檢查。昨個集會暗時10點結束，主辦單位表示有超過3萬的人，警方是統計人上濟時陣大約1萬多人。 反送中運動已經抗爭2個月，昨下晡20外個行業代表連續發起9月初2、初3的罷工行動哦。因講這個行動要延續到8月30，因希望香港政府當佇8月31必須要回應5大訴求，這是最後的期限。9293，全民罷工，全民罷工，香港人，退無可退，退無可退。 像烏沙底黃色工地安全帽啊，還有掛翠暗，大家手牽手，包括醫療、銀行、物流等等20外個行業代表共同來發聲，宣告會喺9月初2、初3發起罷工嘅集會。目前已經有至少22個國家及地區，包括英、美、日、韓，對香港發出旅遊警示。今年8月份首10日嘅旅客人數更跌至近30%，有好多嘅同業因而被公司要求放無薪假。 有旅行業者認為，香港嘅旅遊人數降價原因，甲最近嘅警民衝突、等催淚彈等等嘅狀況有關係。呼籲各界，甲8月31當作是最後嘅期限，要求政府回應民間5大訴求。若是無得到回應，有可能會考慮升級抗議嘅行動。若是國泰航空若就是去用壓迫，甲真濟捌聲援反送中嘅員工死頭路。即今日嘛發動集會，要求企業停止白色恐怖、撤回死頭路嘅決定，而且要保衛言論自由。 中國民航局已淪為中共嘅政治工具，以政治干擾民航領域事業嘅專業判斷，好可恨嘅。國泰竟然助紂為虐，全面配合中共嘅政治審查，犧牲咗我哋員工作為政治獻媚。 原本日下晡1點包圍國泰城集會無得到核准，所以即天明閣一個申請愛丁堡廣場集會得到無反對的通知書，即日下晡4點舉行，要向國泰大股東泰國集團來交請願書。反送中嘅爭議到今已經2個月還未平靜。團講香港政府考慮要採取緊急情況規例條例來控制局勢，特首林鄭月娥無正面來回應。若是香港政治秘書長黃之鋒認為，若是香港政府動用緊急法，香港就會拿像戒嚴共款。 其實佢咁樣做呢，只係會逼到呢有更加大嘅反彈。我哋驗證住呢個緊急法之後呢，其實將會面臨好大嘅經濟動盪。而嗰個經濟動盪拖累嘅唔止係香港人，更加拖累呢一個國際環球金融嘅經濟。黃之鋒嘛預測，唔那8月底大遊行，9月閣有罷工罷課嘅行動，會致使抗爭嘅局勢閣較無平靜。記者綜合報道。 美國嘅大好野人愛普斯坦8月初10佇加自殺，要互伊中間嘅30名受害女性拜日出庭作證，嘛希望其他嘅共犯賣當受到法律嘅制裁。其中一個人指控嘅對象是英國女王嘅後生安德魯王子。
去防指控甲未成年少女未去做性交易的美国好野人爱普斯坦，查找伫咧笼仔内自杀了后，30个受害的女性拜二伫咧纽约联邦法庭的听证会，讲出因受害的经过。有的人是惊激动，有的人是讲到哭出来。这些受害者大部分是因为少年唔捌代志去互诱拐，喺爱普斯坦掠龄的时阵，竟然去互伊性侵，而且佮互伊逼爱甲其他人发生关系。虽然爱普斯坦即阵已经死无对证，不过受害者也是希望会使甲其他共犯长出来。It makes me sick to my stomach that there's perpetrators out there that obviously helped him in many ways for a very long time, and they're still out there with no punishment. 这些受害者表示，要去互爱普斯坦保持的查某人麦斯威尔，伊后来专门替伊找少女，伊的恶行上重大。I was recruited at a very young age from Mar-a-Lago, and entrapped in a world that I didn't understand, and I've been fighting that very world to this day, and I won't stop fighting. 除了爱普斯坦，吉弗瑞指控性侵别人的名人，佮包括英国的安德鲁王子。伊讲家己伫咧17岁的时阵，直接甲王子发生3届的性关系。He knows exactly what he's done, and I hope he comes clean about it. 在这件代志之前，安德鲁王子已经几两届否认家己涉案，不过伊去互翕到出入爱普斯坦的白中几两届，而且佮有伊甲受害者的亲笔相片去互压出来，未来有可能去互调查。记者综合报道。亚马逊雨林火是一直拖，唔拿巴西向附近的玻利维亚嘛是情形真危险。玻利维亚最近嘛发生39000多件树林大火，因的总统伫火烧第12天才向国外来做飞行机为空中来拍火。火烧山唔拿发生伫巴西，玻利维亚情况共款真严重。除了北部亚马逊雨林，玻利维亚东南部因为高温加上天气干燥，火是烧了更较猛。到顶礼拜为止，全国拢总发生要外39000件火灾，烧起面积有95万公顷。总统莫拉里斯拜二特别到东部灾区圣塔克鲁兹关心灾情。pausa ecológica en la zona chiquitanía en lugares afectados. ¿Qué significa eso? Prohibido de venta de tierras. 莫拉里斯宣布伫7月发布命令，要求农民需要批准才能用火烧方式整理田。按过目前发现，大部分盗火地点拢是非法放火造成的。另外，莫拉里斯也特赦去年违法火警的人，放年态度和今年火烧山无得相算。莫拉里斯一直到火烧12天了后，才知影问题严重。顶礼拜赶紧向国外做飞行机对空中拍火，嘛暂停3个活动。专家分析，莫拉里斯那这摆处理不好，有可能影响10月总统大选。Y entonces ellos tienen que tomar soluciones rápidas para que esto no siga afectándoles negativamente desde un punto de vista de capital político, que inclusive puede perjudicarles y puede hacerles perder las elecciones nacionales. 按那共款伫亚马逊雨林铺现秘鲁甲哥伦比亚对火烧山嘛是真犀利，两个领袖提议伫9月初6，邀请相关国家召开亚马逊峰会。对安怎保育雨林进行讨论，记者综合报道。来看高雄市长韩国瑜的太太李嘉芬，上中岛开记者会说明因伫婚姻的农舍争议哦。李嘉芬讲，农舍已经赔一寡钱卖掉了，会向内政部提起诉愿，是为了维护后一任厝主的权益。外界嘛是非常的好奇哦，到底是谁把这间农舍买走？28号上午，高雄市长韩国瑜因某李嘉芬，在2位律师陪同下，等来云林岛内召开农舍争议的说明会。李嘉芬表示，这个农舍是家己20年前买落来，当时农法条例和现有法令无同。农舍违建7月份爆发后，已经主动改善，目前农舍转手卖掉，但顾虑买方的权益，才向内政部提起诉愿。它还是有非常多存疑的部分，所以基于这个部分，那我觉得。我就必须要交给法律去处理。那因为买受人，我也很诚实的告诉他，我房子有这些问题，所以他希望我能够在时效上帮他提起诉愿。李嘉芬表示，去年韩国瑜投入高雄市长选举后，因就已经无带农舍，当时有考虑要来买，但嘛新年因为这届农舍风波，虽然真唔甘，最后以低于市价来转卖，并在这个月22号，反正已经完成登记。对此，文管府就表示，农舍问题受执行的当事人
都有权利来进行收案。我们依法发出这个拆除通知。那这个部分我们今天有看到记者会有产权移转的这个事实，所以呢，我们也会在今天重新发给这个正确的所有权人来发出这一份处分书。住院是他的权利，那他什么时候要补正完成？那重点是这个看云林县政府对于这个违建的认定跟处理，这个应该是回归到云林县政府。内政部表示，李家芬第一礼拜提起诉案，但因相关的文件检测阴影，已经发函请李家芬完成保证。各由文管府提出答辩书后，再来进行审议。对此，李家芬就讲，目前农舍已经转手未处理，后续就等由司法认定来进行。记者为您报道。高雄市长韩国瑜曾表扬里长，讲会帮里长来争取固定的薪水。有里长伫领奖的时阵提出准备好的字条来考试韩国瑜。毛里长提罢免联署书，希望韩国瑜签名来罢免伊家己哦。韩国瑜是讲伊尊重里长来表达意见。表扬特优和主持里长，高雄市长韩国瑜伫台顶迎接表彰的里长，这名进行礼的里长新秀玲向向拍回家，献出行前苦面所苦困甲中昼的字，考试韩国瑜。了后，一名三川里里长曾进芬伫讲内面下一张罢免联署书，爱韩国瑜签名罢免家己。要提醒他，就是说他要选总统，就专心把总统选好，那就直接辞高雄市长就好。韩国瑜保持风度，完成颁奖。事后嘛表示尊重里长个人的意见，但是颁奖被干扰，韩国瑜淡薄有意见。这两位有意见的里长应该把它分开来。第一个，颁奖的时候领奖状；第二个，自己的意见在另外一个场合把它讲出来，这样会比较好一点。其实这个就是公跟私，有的时候把它分开一下。不过韩国瑜致辞的时阵嘛，释出力道，希望替里长争取固定薪水，得到大家的普阿声。只是韩国瑜拍拼争取选票，也讲前海董事长郭台铭参选的态势愈来愈清楚。国民党中常会下晡通过党员行为规范，命令党员有期参选，就开除也是撤销党籍。谢谢，帮我们量一下，谢谢，不用了，谢谢。矛盾期无继续说明，但是中常会的决议阁包括为期助选卖看进行处定权2档以下，上档会当撤销党籍。第8月14通过诽谤、侮辱党提名总统立委候选人，会随开除党籍。国民党敢若伫咧为韩国瑜轻度障碍，就连823炮战纪念活动迄天，过瓜王3个人合体抢走焦点。国民党早起嘛宣布，93军人节迄天，全台湾党部干部伫早起9点半举办向军人致敬的活动，对抗郭台铭固守基本盘的意思真明显。记者综合报道。最近韩国瑜的民调一直落，郭台铭办公室曾表示，韩国瑜的民调会落，甲郭台铭无什么关系。媒体嘛风声讲，郭台铭会甲宋楚瑜合作，未来若是当选咯，会组成联合内阁。郭台铭办公室是指出咯，目前拢有任何的可能。亲民党嘛讲，以开放的态度来面对各界的合作。郭文哲是认为合作联盟是会使来考虑，最近嘛会找时间甲宋楚瑜来见面。前鸿海董事长郭台铭今是要参选2020，传出郭台铭要甲亲民党主席宋楚瑜来合作，替代选来加分，唔但会当吸收韩国瑜的选票，而且佫要做联合内阁。亲民党是回应公无适限制，我们是不排斥跟任何政党或个人还有团体合作，只要大家是理念一致。如果说今天郭先生出来参选是萨嘎图的情况之下，其实这个郭先生吸走的并不是韩那边的票，反而是这个绿营那边的票。我们不排除跟任何政党或者是候选人来做合作，合作的前提，它必须要是中间选民核心价值来做一个共识。郭定也八会未来吸收韩国瑜的选票，暗哥认为最近内部民调，韩国瑜民调降低是一定的趋势，甲郭台铭敢有要参选无关系。郭总合作较有可能，郭文哲讲会当考虑甲宋楚瑜来入去合作联盟的范围。若是李家芬协会支持韩国瑜插政治，郭文哲也讲韩国瑜是车压过头。选高雄市长还可以的，我倒觉得这也还好，只是后面那个就有点超过界限了嘛。所以你也认同这是走中吗？你要讲话，刚才是这样的，有时候老实讲，人家说得意忘形，这个要小心了。
郭文迪强调讲，若是成立联合内阁，家己无想要参加的意思，甲市长4年的任期做了上好，而且嘛积极布局民进党的立委选举，若是国民党中央委员连胜文用网甲徐洋洋甲灰太狼，硬讲郭文迪甲郭台铭、王金平合作是用无，颠倒是去互郭文迪扣死转去。这个我已经脱离那个看卡通的年纪已经很久了，现在连这个还在看卡通吗？记者综合报道。去年代替普悠玛火车并车造成严重的死伤，第二波的处罚名单又搁增加11个人，其中代替司机由正重处罚上重，伫一大个跟2小个。时代力量的立委吴国昌是讲哦，有代替基层的员工改讲普悠玛的维修佮保养拢无照无来。你们还有130多个到现在没有料嘛？你连料都没有。那你是要基层的同仁是要怎么去修火车？时代力量立委吴国昌一日到树林代替吊车场，人也会坐落，一日就问代替高层，普悠玛火车的维修零件原料是毋是有欠缺情况，才造成例行维修保养无确实。代替回应部分原料甲零件确实有欠缺情况，不过已经向原厂来订买，最近的陆续交货。采购中呢，我们现在是已经绝标了有136项。对，现在采购中是会陆续到了。吴国昌讲，有代替基层员工甲讲普悠玛电车的一边疆的碳酸属有消耗材料，一定时间就要更换。ยัง个部分这个材料早就应该爱换，就是因为料件不足，继续沿用，恐惊引发行车安全的问题。他们就没有料嘛，但是又磨成那个样子，要怎么办？就把以前的堪用品拿出来，然后拿那个电锉在那边锉圆了以后破了，还继续把它装上去。你代替是回应，这是无影的代志，所有物件拢会定期来更换，而且在现场展示，强调拢会请专人来量测，破损的程度是袂在安全标准带以下。29 mm， 原来是39 mm 了，到现在是22了。所以可以磨耗17 mm 了，应该大概在2-3个月，它的使用寿命就会到线。造成重大伤亡的普悠玛火车并且第2波的顶次名单公布，其中司机员由正中红旗一大个加2小个上当，县长的运务处长加重顶次改记2摆新界，只有调度员依然在司法调查中，无放列入行政顶次名单中。加上去年12月底公布的头一波顶次名单，总共有28人做到顶次。谁应该为这件事情，然后去接受刑法的那个处罚处责，这个才是对的。那至于你要罚谁，加重处分到什么程度，这个我们没有看法，也没有意见。普悠玛火车并车事件总共造成18人死亡，215人轻重伤。当时年岁上细汉的伤者7岁谢小弟因为脑部受伤严重，出血含入昏迷，在宜兰当地病院救治了后，虽然昏迷指数对6分提悬到7分，也个最近转到台北病院，经过4个月治疗了后，阵将有清醒了。记者综合报道。第54届电视金钟奖昨公布立委的名单，公司戏剧《咱甲黑的距离》，你的囡仔毋是你的囡仔，两出戏拢分别立为14项的奖。第54届电视金钟奖2被公布入围名单，其中公司戏剧《我们与恶的距离》探讨随机杀人、媒体乱象、废死争议等社会议题，真受好评。这个入围包括戏剧节目奖，单独作家在内14个奖项，会当讲是上厉害的。我过不去，我过不去，我过不去。其实贾静雯头一届入围女主角都被看好摕到视后，不过男配角奖竞争真激烈，林哲熹将暑假失掉的精神病患演得真好，和港剧演员温升豪、洪都拉斯做伙竞争男配角奖。余额入围3个男配角，那大家当然也是一个惊喜啊，惊奇，但是就是他们的确值得被大家看到他们的表演的好，包括周采诗啊，或者是谢雄轩，或者是陈瑜，其实都在我们的热烈的讨论范围哈。那但是我想就像比如说一道菜有一个辣椒，其实很容易被凸显出来，但是你在细细品味的时候，就会有不同的层次。公司戏剧《你的囡仔毋是你的囡仔》讲到亲子关系的冲突，和我们与恶的距离同款，拢是入围14个奖项。文化部影视局表示，今年对1995件参赛作品当中，选出191件入围，竞争39个奖项，其中公司有真侪家己制作的节目得到评审肯定。现在连主持综艺节目也要揪团。
参像义府白影就入围役地和实景节目奖，搁再加上主持人奖。主持人吴珊如，搁和185总线变成竞争对手，一定会变成一大焦点。记者会嘛先公布金钟奖头一个得奖名单，主唱艺人张小燕被颁终身成就奖。记者综合报道。来看第洛西亚举办的国际机灵比赛，台湾队成绩真好，青年组摕到5金、5银、5铜，23优胜，排名世界第4。尤其是汽车喷漆这项是头摆得到金牌，而且是一位已经打拼真侪年的女性选手。我拿金牌，金牌是金牌哎！欢喜甲顶出手里的金牌，来自北科大的杨定珠，伫俄罗斯举办的国际机灵比赛，摕到青年组汽车喷漆的金牌，这是有史以来头一面。欢喜甲化工已经等10档了。我们记得分级第一次拿金牌，而且我们距离这面金牌已经等了10年了。我觉得凡事只要努力，一定都会成功。读技职也是可以闯出一片天的，希望大家可以往技职前进。谢谢台湾的各位未来的国手们，加油！我们等你们。汽车组表现了真好，摕到1金2银。杨定珠嘛摕到国家最佳选手奖。另外，资讯技术以及做胖、平面设计、机电整合嘛摕到金牌。青年组成绩真好，总共摕到5金、5银、5铜，23优胜。伫咧全球63个参赛队伍当中排第4，大摆数和得奖数拢超过顶一届的成绩。青少年组嘛摕到4银1铜。那把事情做好。劳动部嘛，伫咧6月修正机灵比赛实施以及奖励办法，提悬奖金。青年组金牌选手会当摕到120万奖金，银牌60万，铜牌40万，优胜10万，来鼓励学习的意愿。咱国代表团会伫29月过，刷倒来，搁会伫国庆典礼头一届参加英雄车队游行，互台湾机灵英雄上大的肯定甲鼓励。记者综合报道。因为中国限制旅客来台湾，后半年可能会减少40万名的中国旅客。交通部观光局当下想办法要来救观光，包括开放签证、提悬包机的奖助，鼓励找新的航点、高铁优待等等4个方案希望吸引国际观光客来台湾佚佗。无论是永康街有名冰店，也是闹热的西门町，部分平常假日拢是有真侪观光客。为着因应中国暂停自由行甲减少旅客团配额，交通部观光局推出扩大市场计划，建议开放签证、提悬包机奖助、鼓励新开辟航点，也有高铁优惠这4方案，吸引旅客。因为就是可以省很多钱啊，中部啊、南部啊，对啊，大家都会想来玩。既然又有优惠，然后我们可以来到这里旅行的话，会更好啊。这位观光局提出扩大市场计划4个方案，包括推动泰国、菲律宾、俄罗斯等国家试办免签期，调整为每2年到3年检讨一摆，也建议开放提晶片护照的印尼国民观光免签证，鼓励日本、韩国、2、3线城市旅客包机来台湾旅游，包机奖助金调悬10%。飞行时速6点钟以上，而且停留时间6天5暝的长程包机，依照人数每人奖助100到200块美金。鼓励航空公司新开辟航点，增加航班。国际旅客到台中以南的高铁站享有1摆同区间第2人高铁车票免费，对话期到明年4月30。这优惠措施上紧会在10月内实施。吸引国际观光客来我们已经也研究好方案，会正式对外宣布。那除了国内旅游或国际旅游以外，其实很重要的是把旅游的环境改善。出入都要有7成以上，那一个航线单靠入境旅客来支撑，新航线支撑不起来的。研究业者认为，政府就算建议开放提晶片护照的印尼观光客用免签证，不过以这阵印尼直飞航班运量不足情况下，成效恐惊有限。另外，虽然包机奖助金调悬10%，却是限制包机旅客至少要达到7成才有补助，恐惊也是影响业者包机的意愿。记者综合报道。伫民国71年，新竹市升格，也毋过当时产权的分配无讲介清楚。伫属新竹市内，阁有真侪新竹县的土地。最近新竹市想要透过都市计划通盘来检讨，看敢会使有部分的土地来做公园的绿地。
这片伫新德市内的新疆段看到的几片树林属于主题区，占地差不多0.9公顷，公告现达差不多3亿1千万。虽然伫新德市产权拢是新德县的，最近新德市想要透过都市计划无偿提调做公园使用。经过地政部都议会审议了后，决议请县市政府提出具体事业和财务计划了后，再个提回讨论。其实不只是县政府，其实我们也清查出来有包括国有土地的部分，其实我们在这一次的变更案。都希望它把它变更成公园绿地，那未来由我们市政府取得管理权之后来新辟维护。针对市府所提出的看法，新德县政府方面是认为，资本就属于县政府上亿的土地财产，你来当透过无偿提调，这对县政府来讲真不公平。双方目前并无达成共识。其实新竹县有很多土地位在新竹市，希望也能够透过协商的部分、平台部分、县市上协调后，能够有更好的县民跟福祉、市民的福祉，创造个最大的利益。新德县市政府伫民国71年分家的时阵，因为产权划分了不够完善，所造成目前的情形。新德市内即马差不多有2188笔土地，面积差不多182公顷外，是属于新德县的财产。新德市政府的主张是毋是当伫咧县市大平台的架构之下，得到县政府的支持，恐惊不遐尼简单。记者综合报道。为了要解决树基稻草等农业废弃物，台中市政府开4500万，甲原本要给大家起的掩埋场改成台中第2座日资采中心，9月开始特别试营运哦，希望能使解决小本色空气污染的问题，嘛使来创造日年循环经济。空污防治法实施了后，农民免搁伫田内烧稻草，也是讲树基、树叶啊。也毋过，这农业废弃物却无所在通处理，造成正大的困扰。为着要解决这问题，台中市府甲原本大甲区的建兴掩埋场改建做台中第2座的日资采中心。包括树基较早无，就是农民拢从挥发的嘛，烧嘛。无你甲讲空污定咧赖农民哦，那阮农民咧讲，你怎啊？种好遐侪机咧粉拢无咧讲。拢甲讲空污定对农民地北。台中市府表示，开始1500万所起的大家日资采中心，9月要开始试营运。园区1公顷的囤积场配一台破水机，1点钟会当处理10吨的木材。这农业废弃物处理了后，会当做烧水炉的燃料、铺涂骹的材料，也是后肥等等，卖得送到外部日林生态园区来做气化发电。田园修剪树枝我们目前是请农民先集中到我们的机具可以到达的范围，然后由清洁队这边来帮忙收运。清洁队若是要负担农业废弃物的运送，车辆跟人力恐惊也是问题。后续会由环保局甲农业局来协调，互日资采中心发挥上大的效能。政府和农民合作，做伙甲本色变作黄金，打造日零的循环经济。记者综合报道。但沙包游戏是愈来愈多人的耍哦，也毋过对阿公阿嬷来讲，因囡仔时代拢耍甲真厉害，花样嘛真多。南投竹山桂林社区哦，就带老大人家己来做沙包，带因转去到囡仔时代，嘛要来训练因手甲目睭协调的能力。这是南投竹山镇的桂林社区，这阿公阿嬷大家拢笑眯眯，真足一看，原来是咧耍蛋沙包，而且这个沙包拢是因家己踢出来的，真无简单。我80岁了，做沙包又可以玩，以前要5个嘞，现在用2个就。对啊，以前我们在玩都5个。回想那个做小孩的时候，然后还可以自己做沙包的。对啊，我们也可以再缝哦，我很喜欢这个活动。就较早囡仔拢爱来耍来行来咧咯。出去啊！国小5、6年级的时候会玩，60多年了。剃沙包对时大人来讲，因为身体老化的关系，亲像床针这个代志就会较困难，需要开时间来克服。床针啊，目睭歹床袂过，做得袂歹啊，真好耍啊。桂林社区为着要互时大人想起较早的回忆，特别设计家己做沙包的课程，嘛顺续训练因手跟协调。阿公阿嬷拢会当家己做沙包来佚佗。当初是想说，老人家做沙包的话，他可以让他的手可以缝，然后又可以手眼协调，又可以沙包可以玩游戏。他们就说我小时候就玩过，可是呢，他们到现在还可以在玩这个游戏，我觉得很好。而且他们练习就是各种不同的玩法，可以帮助他们
至少他的手语协调、他的手的运作、他的末梢神经都可以动到这样。老师除了来甲阿公阿嬷家己做沙包以外，嘛是给其他的活动，互因完成了后会当用趣味轻松的方式来振动身躯，用快乐的心情保持身体健康。记者综合报道。来看中华福兴乡有一个少年农夫陈兆伟哦，伊1年前放弃化工实验室，正稳定的工课，转去到庄卡来去温室种洋芳果。头一遍收成就收1500粒哦，伊是安怎做个到？咱来做伙了解。一粒一粒的梅朗挂在架仔顶面，这个温室的主人是今年才28岁的少年农夫陈兆伟。虽然这是伊头一届种梅朗，不过伊对梅朗的生长环境真有研究。只一式的离地栽培法，那它一株就只留一果。那我们把它吊起来以后，它形状就比较漂亮，不像是那个我们种土壤的，有时候下面有个印记，白白的这样。所以它这样均匀高色化跟养分只留1颗外，它这样就有均匀的很漂亮这样。1年前，陈兆伟放弃伫个化工实验室稳定的上班生活，回来故乡中华福兴起温室种梅朗。人生头一届做农，就收成1500粒。伊讲感谢爸爸妈妈做伊的靠山。阮后生讲妈妈啊，我是第一次种哦，啊我吼无保证讲啊未来我种了会成功无啊？讲不要紧。爸爸妈妈吼拢伫后壁来咧支持啦吼，啊做你后壁的后盾，哈，啊咱尽量来做吼，啊有付出就一定会成功。即阵当时梅朗的采收期，温室内面的梅朗毋但温露水，肉质香又高甜，才会出少年农夫的用心甲坚持。记者综合报道。来看伫美国来举行的第23届世界台语文化营张嘴后一天，伫闭幕典礼，总统蔡英文嘛特别录一段影片致辞。总统讲，台语就是台湾文化的根，一定爱互少年人会晓讲，嘛愿意讲。台湾文化才有法度一代传一代。伫美国洛杉矶举办的第23届世界台语文化营，伫美国时间8月20日举行闭幕式。总统蔡英文嘛专工录影片致辞。希望台语文化未来出路会当愈来愈好。各位拢知影，语言是文化的基础，台湾话就是台湾文化的根，所以咱一定爱互少年人会晓讲，愿意讲台湾的文化，才有法度一代一代安尼传落去。另个个公共电视台、台语台嘛正式开台，会互咱的台语文化的推广更较顺利，也互咱的囡仔。会当看电视学台语，母语若好，文化就会好；文化若好，国家就会兴旺。活动最后一天，针对台语甲媒体关系进行讨论，做伙思考台语伫媒体出路，也佫有台语甲媒体关系甲发展。公司台语台召集人卢东熙除了介绍台语新闻的重要性，嘛强调其实各方面的议题拢会当用台语来表达。所以，阮现在目前台语新闻有4则新闻。有早起的新闻、中昼新闻、下晡新闻、佮下暗新闻，用台语来讨论时，以前是讲啊，你敢会当做名嘴，敢会当讲华语？比如咱所有的迄个论坛节目，拢全讲华语。但是阮即摆论坛节目来讲台湾的新闻、事件、国际新闻，拢全用台语讲。活动最后，主办单位也发表一摆大会宣言，表示未来台语文运动要进入一个国际化的新阶段。同时，也正式宣布未来这个活动要为现在的世界台语文化营改名做世界台湾文化营，目的就是要建立一个平权的文化运动，延续语言嘛发展文化。记者欧家明、高宗仁，美国报道。来看美国广播公司 ABC 的节目，伫顶礼拜报道英国小王子George新学期的课表哦，讲到小王子上介意芭蕾课程的时阵，因为主持人真口水态度，引起真侪批评。这个主持人哦，伫拜一嘛特别伫节目内底公开来道歉。Science and history, the future king of England will be putting down the Play-Doh to take on religious studies, computer programming, poetry, and ballet, among other things. You couldn't contain. Oh, he looks so happy about the ballet class. Prince William says George absolutely loves ballet. I have news for you, Prince William. We'll see how long that lasts.
美国广播公司节目《早安美国》的主持人史宾赛在咧节目讲起英国皇室乔治小王子升学期的课表，不过就是这段讲小王子介意跳芭蕾舞的言论，在咧网络引发袂少争议。有袂少跳舞的查甫人拢替乔治小王子赞声，表达对史宾赛这段性别歧视的言论强烈的不满。Laura, really? Some of us take ballet. Some of us win Tony Awards because we took ballet. Miss Thing, it's 2019. Get a life. 看代志愈舞愈大条，史宾赛紧伫咧社群媒体发文回释咧，后来伫咧这礼拜一又搁伫咧节目上承认家己发言不当，随后又搁爆出伊甲3个知名男性的舞者访问的内容，表示家己已经得到教示，而且感谢这个舞者愿意互伊有机会亲身向因回释咧。I screwed up. I did. The comment I made about dance was insensitive, it was stupid, and I am deeply sorry. I've spoken with several members of the dance community over the past few days. I have listened. I have learned about the bravery it takes for a young boy to pursue a career in dance. 同一天有差不多300个舞者组织伫咧节目电影棚外口的纽约时代广场，用跳舞的方式声援乔治小王子，而且摕标语顶悬写讲：查甫囡仔也爱跳舞，我希望我6岁时就会使开始学，等等支持伊的话。去年乔治的爸爸威廉王子接受媒体访问的时讲，伊的后生乔治也有伊的妈妈戴安娜王妃，拢非常介意跳舞，强调人应该爱选择家己介意的代志去做，唔好要意别人安怎看。记者综合报道。再来看今年的世界探戈比赛，目前伫阿根廷的首都举行，这届有来自30来国家750队舞者来参加，其中上受外界注意的是一位有史以来年纪上大90岁的老大人哦，伊过80岁才开始学跳舞，也毋过伊的历程一点仔拢无输少年人。对轻松的舞曲大卡波，也搁细一点，穿白色水米露，130号的选手，唔好看伊跳甲真水开，其实伊今年已经99岁啊。8月份伊参加阿根廷举办的世界探戈大赛，虽然无得奖，不过因为伊是历史上年岁上大的参赛者，主办单位特别颁奖杯予伊，鼓励伊对探戈的热情。There's always room for improvement, so maybe next time I'll make a better effort. Realmente es algo increíble que con sus 99 años pueda no solamente expresar esa pasión por el tango, sino 这个女生叫做麦克马纳斯，出世伫咧苏格兰，二战期间捌伫咧英国皇家海军服役，战后长期定居伫咧爱尔兰。17年前，伊伫咧故乡看到一对为阿根廷来的爱人仔，因当伫咧跳阿根廷的探戈，伊怎去爱到优雅的探戈，开始学。The basic steps are very simple, and anybody who can walk can do them. You start off by there's 6 basic steps, and then when you've done that, then you go on to the 8 basic steps. 麦克马纳斯每年1月份特别满100岁，即阵伊逐礼拜拢会固定练跳舞一届，每年可以参加更较侪比赛。阿根廷探戈甲一般人所知影的探戈标准舞蹈无啥共款，因源自19世纪末期阿根廷首都布宜诺斯艾利斯散家人所住的所在。迄当时因为受到战争的影响，有上千万的欧洲移民来到阿根廷避风头，真侪散家人毋望富裕甲自由，所以创造出特别的阿根廷探戈，注重自由无固定的脚步，比起传统的技巧，更加注重身体的亲密感，有真侪揽做伙的动作，两个人跳舞的时表达出来的情感是真讲究。记者综合报道。观众朋友特别注意，天气今仔开始变化，洋流风台虽然无直接影响到台湾，也毋过带来水汽又是愈来愈侪，尤其是拜五和拜六，全台湾过到了拢会落雷雨，所以咱做伙来关心今仔详细的天气资料。北部地区上低26度，上悬35度。中部地区上低25度，上悬33度；南部地区上低26度，上悬33度；东部地区上低25度，上悬34度；关岛地区上低27度，上悬34度。感
谢观众朋友收看今仔公视第2台的早起新闻，我是陈淑君，明仔载同一个时间咱再会。